继续锁定咱台湾来看到南投、香菇也有姜的产量这阵啊真嗨，种的人爱天叫地。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民众较不爱去餐厅食饭，影响到餐厅的生意。另外，料理用到的这香菇甲姜，自然就较无生意。姜的价销今年比去年一斤落差不多10块银。种的人即嘛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开发外销市场，嘛鼓励大家这阵啊较接食咧，会当斗相共甲业者渡过难关。店家的菜刀切一片一片的香菇，看起来是真好食款，但因为受到武汉疫情的影响，民众减少去餐厅食饭。南投鱼池乡的香菇销量是大大来减少，农民是哀天叫地。餐厅无人摕无用啊，当然物件煮起来无人要食，所以因就卖卖啊，干唔成咧。那香菇的销量受到影响，连民间乡的青姜需要量嘛是大减，连带影响到姜的价销。以去年来讲，一大斤的姜要25块，今年落甲剩15块，价销是落真济。伊的餐厅生意无好，啊，整个台湾的观光业嘛衰退啦，所以咱姜的销量就减少超40成，大家少少的团购买咱的老姜，啊，等于做料理来做养生。虽然伫咧旧历春节以后是香菇的小月，但因为疫情来扰乱，香菇的订单嘛减少4、5成，农民受到打击。即马干那希望除了开发外销市场以外，一般家庭的需要量嘛会当提悬，帮助产业来渡过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